王太后不要杀气，王让他还是个孩子吗？也是落谁了，还是孩子，还太师啊！太师哪里？太师哪里？哦，来了！哎呀，老人参见太后。你叫你好一声，皇上不劳老人失职，请太后赐罪。我快去帮皇上找来。哦，这快去呀！真气死我了！这是在哪里呀？皇上是在自己的宫里。朕的水珠怎么还扎在不啷谷里？皇上说也是叫奴才能唱戏文，谁得开完了？现在什么时辰了？天早亮了，太阳已经升高了。皇上，不好，正午了，早朝了，快起来！快起来！快起来！夜来乾清宫里不太平，吹拉弹唱到天明。谁知天明梦里醒，无聊常常他事情，急忙正关进殿去。这些老狮子胆大，不听都藏起来，都藏起来！哎，把那狮子冲进，都摊开，都摊开！做一个青面样子才梦回。咦，他在看什么书啊？四字通天。呀！这么好的一个皇帝，今晚要误会他。秋
原来你是在推款长本。哎，哪里有什么长本？明明是只是同情。哎呀，难道我老爷胡话了？那这才是长本。你们笑吧，你们笑吧，快我不去禀告王太儿。老太子，太师，神无外神了，皇帝也难免诸丑事情。哎，杨青太师不要告诉母位，这下不为的件事。下不为了，下不为了。好，老身啊，就替你瞒过这一位。众大人秘诀，总归有个交代吧。皇上，那还不容易，就说朕通宵做事，累了疲了，说不定啊，他们外夸朕是个明君哩。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平身。也罢，为王地位，谁不光明来了？却也无可奈何。哎呀，你呀，总是长不大。太师，师徒二人在讲些什么？老人传见太后。朕就不会请个早安。还早问你，都无事了。什么？朕还以为天刚刚亮呢。请问皇上，昨夜是非京中未免，故而今早起不来了。哎，是啊是啊，昨夜朕通宵做事，实在太累，故而今日起得晚了啊。皇上是此竞争，倒叫母儿心痛。我不必心痛，不必心痛。皇上。我将这竞争家乡来蒙问，我知你通宵无脑到天明，乱哄哄因此离却少真情，我偷偷领功喜子对白牙人，我问你堂堂领受大皇帝为什么不把手自丑了，自丑了！太儿啊，人不完人，皇上也难免把你为错，太儿这都是你，教谁不言，虚言为过。老人失责，老人失责。来呀，带上是。母妃，请问这是为何？这是朝廷送上来的公文罪章，皇上必须亲手嫁给金银。哎呀，母妃，朕早就说过，朕的印章写着母妃的印章。我不要朕多一道麻烦你。这是什么话？皇上是你做的，不是我母妃，母妃不能总替你行事。哎呀，母妃，何况你也长大了。应该也为处理国家大事了，啊！皇上，儿啊，太儿说得对呀，是啊，皇上，太儿说得对呀，真答应母妃就是。哎呀，好了，皇上是有位明君，太儿回宫去吧。老人送过太后。太师啊，你也走吧。好，老人这就来，这就来。
太师，哦，嘴巴，哎，好好。太师，来了。面对他一太公爱家徒，不由得一层一层来无名贵贱生在王国大了宫啊，因无辜杀了一心何欢愉，陈大师皇帝自责把呀好，与才子教龙庭是为徒，越思越想越无聊。为妻为一把弓郎里个郎，郎里个郎，我家有个小儿郎。郎里个郎，郎里个郎，我家有个小儿郎，我冬夏与都不怕，一觉睡到大天光，大天光。皇上，是我啊！哎呦，你回来了？回来了，是为这样开祭皇上。这勇，你怎么到现在才回来？我去江南探亲，不瞒皇上说，我都不想回来了。哈哈，难道江诺生于京都皇城？哎，不一样，那里天高气爽，草落花香，一派诗顺风光。那叫做王宫，总是奇梦得很。哎，这勇，这是什么？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风筝。风筝是做什么用的？当然，风一吹，好像天空就像这钻石的塔峰。它能够有个空间，能够飞上天空，能够自由自在地看到外面的世界吗？全世界一览无余。快请我！那就让它飞起来吧！
君怎么能随便此过？哎嘿，正是皇上，难道万国君是真正的夫人？谈什么苦，唱什么茶，说情来那一马跑。四爷儿弓枪起昆是龙牙追击。他明朝正当皇帝下江南，四才下皇上，不得呀！不得呀！皇上，不得呀！好什么啦？贵妃娘娘，我还没有找到你。你快去找呀！哎，龙。江南
么？哦，只得着只相公。哈哈，这变成一个相公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
生两只小白脸，来，对，皇帝还是有母猪，喏，母子里还有家母子里。大人，你把这母子娘家作为相公吧，我要他做皇帝。叫我把母子娘接他？不娘，你娘不娘？我要是小白脸，就是真皇帝来了。我也不娘，你不娘，那我不玩了。好，我娘，兄弟啊，我娘做完醒了吧？这还差不多。那少年嘴云，皇帝娘就你了。多谢姑娘，多谢姑娘。哈哈，凤姐，皇帝娘家他做，那我做什么？你兄弟，我管你呀！你做什么啊？姑姑，太监，哎呀，太监不你行。是谁呀？跑了也管欺负我啊！哦，他是我的朋友，真勇兄弟，不要生气，以我看啊，你不妨做个武刚。哎呀，太监，大人不做太监，做武刚啊！大人，我做武刚，我为你们争取。对不起，我不做。你做不做？我做。算我倒霉，好好的皇帝被人抢走了。好，开路喽！唱，皇帝又有功，唱，娘娘来出迎，推大，推上午吴光宇，福高把酒斟。就这么事，都是演变的，就看你的本事了。兄弟，我怎么用兵法，用枪行吗？随便，做不了皇帝非要做，我受谁？
你恰是与我脾气两相闻，可叹我家人结果多少真情了车水心红。皇帝做得还像吗？不像，太不像了。怎么不像？做皇帝要懂当，因为不可太轻狂。狂生了用机关，坠落满都是棒棒。不像你，这话啥叫话？一点都不拿腔。我说你做不下就做不下，我做个皇帝，今天快快！对了，大娘，你今天晚上姑姑要陪嫂嫂回娘家，你们早点回去吧啊！好，下次再玩。快些跟我争皇帝，我们走啊！妃子呀！你这么多皇帝逃避时，就走了你。西姑姑到了，告诉你，她叫李梦琪，是梅龙总酒店店子的妹妹。兄弟，哪里呢？哦，本
叫大女是美龙镇酒店的举报。请问美龙镇酒家说那何止？就你现在的小脚边上，哎，你看到脚到了外国大使吗？听这位相公的意思，是想到我们美龙镇去家来吃酒。真是吃酒呀！欢迎！哎，姑娘放心，我们一定去啊！不是，来不来随便，大爷，我们走啊，我们走。皇上，相公，相公，走哟，走，哪里去呀？美龙镇酒家呀！是你当真了？走哟，走哟，走哟！老太师来了。外外方舟，兄嫂临城齐团聚，吩咐他女管好门，啥子眼巴巴，衣裳空得忘记他不算是做不行。宝金，你一个人在讲什么啊？好，关门大衙喽！大衙喽！大女，你去睡个死房，我来关店门。啊，我管啊！哎呀，我管。农管嘛就农管，那你去吧，去吧。
不起，我那京城里的老师来了，非阻止我回去读书不可。我是好色对色，才答应今晚子在内容中，明实在在。脸都当凉了，你想吃什么都吃不上了呀。那倒不要紧，下位再来吃嘛。凤姐，你引我谈起，叫人听了怪心痛的。我叹气呀，看你把我塞转墙，看你到来一当娘，看你卷卷不知明天又去何方。就像野马吞了江，凤姐，好了，不要再谈了，都怪我跑，我向你赔个礼，做个亿万福星啊！躺在里面呢。凤姐，告诉你，我虽不是唐平王，可我喜欢你这个洋女娃，我是巴不得与你再有一位有共你。其实我也是。太好了，凤姐，主席归主席，你可不能当真啊！为什么不能当真？我就是当真的了。你看，这是你什么的水饺？哎呀，谁证明来？明明是你抢去的！拿来！就是抢吧。不过你也抢了我的不让过啊！哎呀，什么宝贝东西？王经理啊！这可是我的心肝宝贝呢！不是不让过，我很心肝宝贝。哎呀，凤姐，你哪里知道？这八下下，八
子，带我，带你什么啊？我要带你到京城去。到京城做什么啊？家家我要做我的贵妃娘娘。那，一来了，我不要做什么贵妃娘娘。好，那就是王妃吧。王妃我也不要做。那你要做什么？老婆，老婆，哎呀，老婆，你懂不懂啊？哈哈哈哈哈哈！老不休，老不吧。好了，你还追了？为什么要追？去美人啊，让我哥哥嫂嫂结婚，神你要娶我呀。那倒不用，我的事情我自己做。哎，不行，我们美龙城的姑娘是最守规矩的，你去不去？你到底去不去？啊，你不去，那我明天就嫁给他呢。我去。王子，你在跟谁讲话？我要出来看看啊！哎呀，大雨进去了！哎呀，怎么办？哎，他赌气了！我哪里都有。不行！哎，不行！你卡嘴巴！呀，王子！你卡嘴巴！王子，你卡嘴！恐怕不妥吧？哎呀，什么妥不妥的？你快去！王姐，门关好了没有啊？门早就关好了。关好了就好。今晚啊，哥哥嫂嫂不在家，我也不放心。我还要在门上加一把锁呢。加把锁？那你把钥匙给我，我有事要出去。天这么晚了，你还要出去做什么啊？王姐，该不会去找那个唐明王？找他做什么啊？好了，今晚啊，我就睡在这殿堂里，替你守着门，你也去睡吧啊！大年哥哥，我不睡，我不困。去睡啊！哎呀，我不要睡嘛。不然也去歇歇。我要睡觉。去。哎呀，睡觉！来，关门睡觉啊！是你让我睡的哦。是你让我关门的忘记他今天怎么了？说话颠三倒四的，该不会被那个小白脸迷死了？哎呀，不对，我得多留个心眼旁边上，免得他将梦境勾走了。我用这把锁将梦境的王门反锁上，免得他趁我睡上出去，翻窗子溜出去。对，就是这个主意。这下我可放心了，好睡一个好觉了。
大年睡在了，好像找到事情。哎呀，不好，大年把门反锁了！大年！你可操心把我打死了！哎呀，但是你都不要紧，要是被姑姑嫂嫂知道，是我把你带到鬼房里来，做了这么欺负的人的事，我可错了。凤姐，告诉我，你害怕吗？怕我会欺负你？可是你不一定是吗？凤姐，来，我们坐下说话。凤姐，你说今晚的见面，像不像是一个上天的安排？该是个天。不要嘛，这叫做姻缘，你懂不懂？凤姐，说真的，我喜欢你。你是京城的私生，我是乡下田下人。你喜欢我什么啊？凤姐喜欢你，天生一配无极心。喜欢你曾经曾为女儿心，你却将红尘只为一次岁，情长结定，算成啊！说什么啊？本来是这个样子的嘛。说得好，须知道本来是最珍贵，思错人间来随心。这个话我好像懂，好像也不懂。懂也好，不懂也罢，都不要紧。要紧的是你也喜欢我吗？喜欢？不喜欢。哎呀，生你本你真笨，貌似一个聪明人。生你真一点不懂你心。
说的，这好像你做唐明王，我的心却被乱跳。你让我看上你的眼睛，我看了，可心里的却砰砰砰发慌。深更半夜，明明知道两个人在一起会有危险，可是既害怕又不去让放你走，担心你这一走啊，就再也见不到你了。凤姐，我不醉，我不醉，我不醉。我便是当今的皇上。凤姐哟，快到外面发疯，不可将皇上的事情传扬出去。是，凤姐，凤姐，凤姐，皇上，这凤姐，相公。相公，
心。奉的太子情，一个字诚心少年动了心，一个字痴情女儿成了真。好言好语去相劝皇帝早为禁，谁知他硬要带着李弘进，还把那酒包大牛带上东路营。西点两对忙，中着力，吊着担子，提着心。这几天，太儿师傅有插脚，他是倒要亲自上山来寻寻。我只得小心翼翼来的心，今晚大意冷风声。你们一群乌鸦仔！好啊！金宝大女子太平了！哎呦，大牛，你怎么到处乱跑啊？这里可不比卖龙镇，你要见我学得规矩一点啊！原来是老太师啊！举报大人哦，不对，是太监大人看见老太师。不过我可不是真太监啊！你不许有腔挖调！快去告诉皇上，是太后娘娘今天要来香山诉愿，叫他把李梦洁上好了。哦，慢！还有你，你要请我避开一下。为什么啊？哎呀，你快！这哪里像一个太监哟？我本来就不是真太监嘛。还有你们啊，你们也要见我小心伺候了。是。来，我再玩一会儿。哎，太娘娘也没有来，
娘子，你在修什么？啊，没什么。那叫我看看。不经你看。为什么？不经你看，就是不经你看。你吧，娘子，你嘛。哦。娘子，请上。是。娘子，提针给场有喜。是。好了。哎呀，翻了，翻了啊！翻了！哎呀！哎呀，娘子，你怎么说在我的嘴子上了？啊！哎呀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！哎呀，哎呀，娘子，这是什么啊？哎呀，好挽救我，挽救我呀！好挽救我呀！娘子，你是不是也？哎呀！越听娘子声有语，我越能觉心伤心。若是我把娘子问娘子，你为何不去招待我什么名？从今我要陪家迎亲服务你，再不为差你，我混杂碰上给银水苦心。皇上啊，我知你为难处，早晚奉旨都要为家乡终身相惜，难长聚。这一段真是
下爱与情，我的娘子，相公，王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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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太爷爷来了！宝贝，快躲起来吧！来，快躲起来吧，躲起来吧！哎呀，大女呢？王大，大女被太爷抓起来了！这是怎么一回事？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？太娘今天要当香山来，想不到太娘娘上了香山，见到了大女，大女被太女抓起来了。皇上万有嘞，大女怕挨打，她把什么都伤了。大女，相公怎么办？怎么办了？你不要先躲起来吧。相公，不要动了。正是皇上，秀子母为来了。也要听真的，相公哟，客气不小哦。母儿，你怎么不通报一声，就静悄悄地来了？皇上，母儿陪神送来罪状，可曾批阅？批阅了，娘子。待朕亲自抨击母儿。母儿，请看。这金银怎么给的哇哇碎碎，千上不下的？朕下次一定给好，一定给好。皇上救命啊！皇上，母儿，他是谁呀？皇上，我的大牛呀！大牛是谁呀？皇上，是你从北路镇护你们第一动带进宫的大牛呀！你怎么洗澡了？我不知道太娘娘不要打死我啊！刚才你们
你不要讲了，要讲讲你在江南的风流韵事，讲讲你在香山金屋上讲你这个皇上神心荒唐，我的皇上。自从江南为京队，为我送别百年生在军，扬长欢喜上香山。把李梦洁和九宝大牛一同观察精神，亲送回乡。把皇上请为公，加配金位，年万岁。曾自己，他得长着荣情，不从的王生，是真不做女儿宫中嫂，赠与他两情绝却不能分，恳请母后相眷不用，他不就在宫廷，正因你不理他为王儿而不。站起来，都你我站起来！堂堂大明天子，就算是此冤杀，你真叫我痛心啊！我大人都知道，弄儿膝下归王姬，我夸你这个皇帝啊，比我大人还没有过气呢。否则我们这留在这里呀，要吃大苦头的。皇上，皇帝，皇上我
生驾公生，小婶婶、陆婶婶，大年听了蛮开心。菜内回来带小宝，赶快回去报外甥，报外甥。大娘，大娘，大娘，怎么不认识啦？大娘，嘿，我可是王太后身边的公公啊！公公，公公，你来做什么啊？啊，太来了！要轻一点。我可是末日王太后，悄悄地来接皇上报信的。哦，你不是太后身边的人吗？是啊，哪有这么样？其实我们宫里的人都喜欢皇上。都喜欢皇上啊！那跟我走。哎，今日居家宽殿，请你让我收钱，听你的听啊！官长喽，来来。邓掌柜今日要亲自算账。你怎么？难道无言不祥吗？今日里的相公真的要变成长王先生喽！哎呦，哎，那是张本手镯，给我爷爷算乒乒乓乓乓，乒乒乒呀乒乒乓，今日决定要立章，年少长贵是人谁呀？一兵一兵几段大将，乒乒乓乓乒乒乓乓乒乒几段将呀哎。那才小说本，初开一本章，一切一字笔，一座一张网，一张网，乒乒乓乓乒乒乓乓乒乒乓，为你算弄不得像你了有家所去万一中，何家天下民儿良，遍地金叉都留章。这国家也不好当，乒
我看你呀，还是丢下账本来抱抱儿子吧。抱儿子？哎，抱儿子哎！我的胖儿子哎，胖儿子来，胖儿子来，我的胖儿子啊！轻一点，哎呀，轻一点。哎呀呀呀呀！娘子，我们的儿子怎么全当脚腿的？不想你一刻也不能停。好，就算想吧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这孩子嘛，多少要一点本事。就算我嘛，皇帝不好好的，咋又常常出差错，这次下去啊，岂不也是浮沉嘛？相公，依我看啊，你自从当了父亲，管了账本，倒是一天比一天长大，一天比一天懂事了。是啊，是啊，我不是当了母亲了吗？养儿在子，父母恩，亲民放下，百姓苦啊！要是母为知道一定，他一定会高兴的回的。掌柜的，快来人呀！皇上，公公，你怎么来了？启禀皇上。是掌柜的哦，掌柜的，启禀掌柜的，皇太娘娘错了，又讲错了。哦，是掌柜的高堂大人和掌柜的私肉先生一起下江落来了。公公，他们来做什么？他们是要叫掌柜的回去，还要将你和李梦姬所生的孩子一同带进宫啊！你的身在我处，已经到了美容镇，马上就要到舅家了。相公，怎么办？掌柜的，怎么办？会不会又把你们分开的事啊？相公，掌柜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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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相公，掌柜的，掌柜的，相公，掌柜的，掌柜的，掌柜的。凤姐，听我说，家生娘子莫害怕，本府就在御香堂，有可不用千里来，岂可无里来他。奉请兄长亲下属，美容特色娘娘郎，
秀子美容针就家。金木儿风尘仆仆大门外。心又惊又怕又泪水无比交加，腾腾特特七上八下，心中乱作一朵只用公银贵看，这不是小醉用吗？我娘你去杀人，你倒把自己再丢了。贼人追到美容针，给我甘心谁精神？今日江南见了你。边就报边来边去，你烦不烦？不烦，不烦，烦就奴才公一跪。这是谁呀？顶住看你慢慢腾腾的，今日的小腿跑得飞。貌似奴才相，恰似大银郎，那掌柜的好大的胆子，为什么不起身一看？啊，我看病明的是姿势不好过哦，哈哈。世上多少王公好，不知王公与外郎，王公这是小民穷，不知小民老大老大。母亲大人来了！母亲大人因我确诊遇归，来到这穷乡僻壤，这不听是江南金枝美，山文水远草花香，因此一路来孤船到此好风光啊，好风光，好风光。
亲随宝宝小儿郎，小儿郎，小儿郎，一见生人好生长，啥要把他也永远写去文公我儿的娘，我是孩子亲祖母，宝宝生儿于何方？他是孩儿亲生我，孩儿怎能离开娘？你知儿子不能离开娘，你为我抛下亲娘来往啊只因你今生难用儿的娘，我只好不去与他回家乡。事到如今你怎样想？难道要放弃大业独小康？他也是我小康又怎样？做大业得是生儿为金库，连小康便把后代同于娘。再看孩儿在模样，母亲亲自来承担，孩儿长大变红衣，再用苦一直6年于何方？我要孩儿他快乐，我要生儿读书忙，我要孩儿有心情，我要生儿是康常，我要孩儿见时光，我要生儿知兴旺，我要孩儿去做人，我要生儿真早当，要他出辛苦，要他去远方，我是帮着须知兴旺，我的生活舍他忠良，我帮着他长生不大业，也小康，不大业也小康，大业小康正相通。恒河远，万年长，万年长。万年长。说得好，是说得好啊！孩子抛弃母亲，生而不见祖母的团圆，你说这能叫团圆吗？相公，凤姐，一凤姐为报婴儿，下流来。就叫你恭恭敬敬背三第一杯背得高贵王太儿亲抚养，闭门把人小婴儿，第二杯人老太师教婴儿长大成
母亲从前给你讲的那个王儿娘娘的故事吗？记得，那个王儿娘娘原是个三层女子，只因当着皇帝爱上了她，便把她带进了宫廷。10公之后，那个娘娘受尽了欺负，受尽了欺负，这是为什么？她类似明君，也是个三层女子。后来呢？她做了娘娘，当了王妃，她的儿子又成为一代新君。再后来呢？再后来，母为你们又讲下去啊！再后来，他的孩子也爱上了一个乡下姑娘，也把她带进了京城。可是那个王儿娘娘，就是后来的王太后，她是无人是我不能答应，她深深地把他们扯上脸。儿啊，你说他这样做是为什么？因为他怕什么？怕那个女子再捕他的儿人，怕那个皇帝会遭到朝廷的非议，怕莫儿，你讲的那个王妃娘娘，莫非就是你自己吗？我的故事总算讲完了。是啊，皇上，这是老人亲眼所见，孩儿这几年真是不容易呀！皇上，不用这样的，啊。
大
成一个相公了。可光有皇帝无仙女，没有贵妃娘娘，我怎么办啦？常喜不相负正义。哎呀，不错嘛！你不错，小事不错。可以，但是大女不能做皇帝。为什么？你太清不想当明王，嫌我丑还不让你？我问你，皇帝一定就漂亮吗？你有没有看见过皇帝是什么样子的？反正不像你这个样子，你不想，就是不想。哎，不想，就是不想。我不想，不想，姑娘，你看我像不像一个皇帝？下性子明白正来京城里的曹夫人啊，这位姑娘，我为你做一对皇帝伉俪，你看是哦？你嘛，不对，难道我也不像吗？想大概想，哎，谁说没有五子啊？难道皇帝非要有五子吗？哎呀，这我也不知道。哎，皇帝是个大人，大人们是要有五子咯。听听，你呀，把身量上小把脸来，
对，皇帝还是有母族，喏，我这里还有家务之力。大人，你把这母子娘家作为相公吧，我要他做皇帝。叫我把母子娘家他？不娘，你娘不娘？不要说是小不灵，就是真皇帝来了，我也不娘。你不娘，那我不玩了。好，我娘，兄弟啊，我娘做完醒了吧？这还差不多。那少年之运，皇帝娘就你了。多谢姑娘，多谢姑娘。哈哈，不急，皇帝娘家他做，那我做什么？你兄弟，我管你呀！大人做什么啊？姑姑，太监，太监，哎呀，太监不行。你是谁呀？跑来也管欺负我啊！哦，他是我的朋友，真勇兄弟，不要生气，以我看啊，你不放纵个武刚。哎呀，太监，大人不做太监，做武刚啊！大人，我做武刚，专为你们争取。对不起，我不做。你做不做？我做。算我倒霉，好好的皇帝被人抢走了。好，开路喽！唱，皇帝有一个，唱，娘娘来出迎，推大，推上午吴光宇，武告把酒斟。送来过。啊，皇帝，你怎么才来呀？把我等得气死了！哼！哦，这不是来了哎，你谁呀？你可谁呀？兄弟，下面怎么说？想怎么说就怎么说，都是眼边人，就看你的本事了。兄弟，我怎么用兵法，用枪行吗？随便，做不了皇帝非要做，我受谁？娘，妃子，
可叹我家人结果多少走进了车水星河飘心皇帝做的外像吗？不像，太不像了。怎么不像？做皇帝要懂长，因为不可太轻狂，狂生了路自宽，这路漫都是棒棒。不像你，这娃小叫娃，一点都不拿枪。我说你做不下就做不下，我做个皇帝，请你快快。大娘，你今天晚上如果要跟嫂嫂回娘家，你们早点回去吧啊。好，下次再玩。快些跟我走皇帝，我们走啊！妃子呀！你这么多皇帝逃避时，就走了你。西周过到了，告诉你，他叫李梦姬，是梅龙宗酒店店子的妹妹。兄弟，哪里你？哦，本人叫大女，是梅龙宗酒店的
举报！贾世民抢梅龙镇这个家属，那何止？就你现在的小狡辩了！哎，你看到脚都呢，我一口打死你了！听这位相公的意思，是想到我们梅龙镇去家来吃鸡？真是吃鸡呀！欢迎！去！姑娘放心，我们一定去啊！我知道。来不来？随便，大爷，我们走。啊，我们走。皇上，相公，相公，走哟，走，哪里去呀？梅龙镇酒家呀！是你当真了？走哟，走哟，走哟！让太师来了。杀风雷，大风雷，大明天子真风雷，是潇洒大潇洒，真正皇帝最潇洒，居家少年李凤吉，梅龙镇上长上堂，上天色将晚，恨无影。他人过来，我真开心呀！当年云哦，今生心。随口答应为俺放走，兄嫂临村齐团聚，吩咐他女管好门。大嘴眼巴巴，衣裳空得梦见他不算是中不行，我啥子少良心，关门当娘。娘那个小把脸，去上一杯闭门啊羹呀！哎呀，大人，你姑娘在胡说什么呀？王姐，你一个人在讲什么啊？好，关门大衙喽！大衙喽！大人，你去睡个厨房，我来关店门。我管啊！哎呀，我关。侬管嘛就侬管，那你去吧，去吧。
对不起，我那京城里的老师来了，非阻止我为其读书不可。我是好色对色，才带领今晚子在内容中，你实在在。天都大娘了，你想吃什么都吃不上了。那倒不要紧，下位再来吃嘛。凤姐，你引我叹气，叫人听了怪心痛的。我叹气呀，看你把我塞转墙，看你到来一当娘，看你今晚见面，不知明天又去何方。就像野马啃苗疆，凤姐，好了，不要再谈了，都怪我跑，不向你赔个礼，做个亿万福星啊！胆子里面你，凤姐，告诉你，我虽不是唐兵王，可我喜欢你这个洋女怪，我是巴不得与你再有一位，有共你。其实我也是。太好了，凤姐，苏轼贵主席，你可不能当真啊！为什么不能当真？我就是当真的了。你看，这是你什么的水饺？哎呀，谁准你来？明明是你抢去的！就是抢吧。不过你也抢了我的不让过啊！哎呀，什么宝贝东西？王经理啊！这可是我的心肝宝贝呢！要是不让过，我很心肝宝贝。哎呀，凤姐，你哪里知道？家乡巴拉鼓，时刻
子。王子，带我，带你什么啊？我要带你到京城去。到京城做什么啊？嫁给我呀，做我的贵妃娘娘。那，一来了，我不要做什么贵妃娘娘。好，那就是王妃吧。王儿我也不要做。那你要做什么？王让他还是个孩子嘛，也是6岁了，还是孩子，还太师啊！太师哪里？太师哪里？哦，来了！哎呀，哎呀，老人参见太后。你叫你好一声，皇上不劳老人生身，请太后赐罪。我快去帮皇上找来。哦，这快去呀！气死我了！这是在哪里呀？皇上是在自己的宫里。朕的水珠怎么还扎在拨浪鼓里？皇上说也是叫奴才们唱戏文，谁得开完了？现在什么时辰了？天早亮了，太阳已经升高了。皇上，不好，正午了，早朝了，快起来！快起来！快起来！夜来前清宫里报太平，
这么好的一个皇帝，今晚要误为他。秋日喜庆，哎呀，原来你是在推款长本。哎，哪里有什么长本？明明是只是同情。哎呀，难道我老爷风化了？那这才是长本。你们笑吧，你们笑吧。快，我不去禀告王太儿。老太子，太师，神无外神了，皇帝也难免诸丑事情。杨请太师不要告诉母为，这下不为的件事。下不为了，下不为了。好，老身啊，就替你瞒过这一位。众大人秘诀，总归有个交代吧。皇上，那还不容易，就说朕通宵读书，累了平了，说不定啊，他们外夸朕是个明君哩。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平身。也罢，退王地位，谁不光明来了？却也无可奈何啊！哎呀，你呀，总是长不大。太师，师徒二人在讲些什么？老人参见太后。朕就不会请个早安。我找我你都无事了，什么？朕还以为天刚刚亮呢。请问皇上，所以是非敬重未免，故而今朝起不来了。哎，是啊是啊，昨夜朕通宵做事，实在太累，故而今日起得晚了啊。皇上是此敬朕，倒叫母儿心痛。我不必心痛，不必心痛。皇上。我将这金针家乡来蒙问，我知你通宵无脑到天明，乱哄哄银子里却少真情，我偷偷领空气子对白牙人，我问你堂堂领受大皇帝为什么不把如今朕自投了，太儿啊，人无完人，皇上也难免把你为错，太儿这都是你，教谁不言，虚言为过。哦，老人失责，老人失责。来呀，带上是。母妃，请问这是为何？这是朝廷送上来的公文罪章，皇上必须亲手嫁给金银。哎呀，母妃，朕早就说过，朕的印章写着母妃的印章。你我不要朕多一道麻烦你。这是什么话？皇上是你做的，不是我母妃，母妃不能总替你行事。哎呀，母妃，何况你也长大了。应该也为处理国家大事了，啊！皇上，儿啊，太儿说得对呀，是啊，皇上，太儿说得对呀，真答应母妃就是。哎
皇上是有位明君，太后回宫去吧。哎，老臣送过太后。太师啊，你也走吧。好，老臣这就来，这就来。太师，走吧。好。太师，来了。面对他一太公，爱家徒，不由得一层一层万物名贵贱。王公大了功啊，因无辜杀了一心何欢愉，陈大师皇帝自责把呀好，与谁知教母龙庭是越思越想越无聊，为妻为呀一把弓郎里个郎，郎里个郎，我家有个小儿郎一个郎，郎一个郎，我家一个小儿郎，我冬夏一个不怕，一觉睡到大天光，大天光。皇上是我啊！哎呦，你回来了，回来了，是为这样佩见皇上。这勇，你怎么到现在才回来？我去江南探亲，不瞒皇上说，我都不想回来了。哈哈，难道江诺生于京都皇城？哎，不一样，那里天高气爽，草落花香，一派丝润风光。那叫做王宫，总是奇梦得很。哎，这勇，这是什么？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风筝。风筝是做什么用的？放屁啊！风一吹，好像天空就像这钻石的塔棚。它能够有个空间？能够飞上天空？能够自由自在地困到外面的世界吗？全世界也让不匀。快！
皇帝下江南，